站庄主，可真早啊！厉公公，昨天晚上，厉某一夜未睡，生怕错过了这场龙虎斗啊。站庄主和叶红影都是当今武林1等1的剑术高手，今日一战必定精彩非凡，您说是吗？战梦所知，厉公公武功深不可测，只怕今天让厉公公见笑了。师父。师傅，是叶红影那个叛徒来了。师傅，让我替你跟这个叛徒决斗吧，我要替灵儿报仇。师傅，让我师傅，让我进去。师傅，您让我去吧。都给我住口！今天谁都不能插手。剑，今天你还是用你这把剑。可是，师傅，厉公公，比武以前，我想请你帮我们见证。见证？怎么见证啊？这里有一份生死状，这场比武，如果我赢了，叶红影无论生死都交给厉公公处置；如果我败在叶红影的剑下，那叶红影一行人等就可以安全离开折剑山庄，离开东山县。站庄主，您这是？江湖规矩，决斗无非是一场赌博，赌博就要有赌注，而这赌注就是性命，你死我活。还请厉公公为我跟叶红叶这场赌命之争做个见证。好吧。既然站庄主如此说了，厉某那就成全了。那就请你在生死状上盖个手印。朝君，是师傅。厉某已经根据你说的要求把手印按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谢谢厉公公，请你们退下。走，你们也退下。是师傅。亮剑吧。师傅，你我一立生死状，绝对不可以手下留情。颖儿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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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拔剑！糟了糟了！林峰哥的这套剑法只能守不能攻，这次他死定了！红影！提剑！掌剑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师傅教我的每一招每一式。不可能是这样的，我看战伯伯并非真的在和红影搏争，而是在教他剑法。落剑！
剑要有力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傅。每一招你都学过，仔细想一想，还记不记得？决斗的时候要全力以赴。师傅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好，那你就用你学的每一招每一式来对付我吧。可是，真的很想知道自己是谁。你是我战天云引以为傲的徒弟。我真的是您的徒弟吗？你当然是我的徒弟，而且还是我战天云门下的大弟子，更是我一手抚养成人。这碗粥让师父想起了什么？父子情，在师父的眼里，不管什么山珍海味，绝对比不上这碗粥。原来师父是以自己的性命换我一命。没想到我们师徒俩要走到以死相搏的地步。只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3天之后，为师在藏剑炉等你。大侠哥，郑庄主，这是怎么了？按照你的吩咐，我把各路掌门全请来了。好，灵儿，你过来。师父，叶红影，你先杀灵儿，又伤师父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姚北，师父，你这个鸟人，他是你师父，你居然敢杀他！我跟你拼了！马上回。我不能怪你大师兄。大侠哥，你说大师兄什么意思啊？我传业给你，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。这把剑，就当做是我送给你的信物。谢师傅。战伯伯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师父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这么做，徒儿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错不在你，姚北。徒儿在。为师走了以后，你在大厅牌匾后面把那个锦盒拿出来，当着各派掌门宣布新的庄主是谁。不要，师父，你没事的，你肯定会没事的，师父。我很快就会看到灵儿了，我想她。来人，将
叶红影等一干反贼给我拿下！是。慢着，李公公，你言而无信。你，我们立了生死状，我现在打败了叶红影等，他们应该可以平安离开了。战天云，你，你果然是只老狐狸，走了一手妙计。哼！你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让我做你和叶红影的证人，你还用自己的一条命换来这几个狗贼多活几天。好，妙招啊！李公公，今天所有各派掌门都齐聚在折剑山庄。如果你背信弃义，违背约定，我看各派掌门都不会服你。对呀，你不能言而无信，不能言而无信的，不能言而无信，不能这么说呀！啊，不然我们哪会服你的？战天云，你狠！婴儿，师父，为师扪心自问，已经尽了为师为父的责任。为师对你所能做的就这么多了。师父，郑伯伯，站住！师父，各位师弟，我们不能放过这个叛徒，给师父报仇！慢着，请大家冷静一下。战伯伯并非红影所害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想狡辩？叶红影，受死吧！